咁大家好啦，咁我李獻計。咁我今日呢條片咧，我要弄屌啊！啲四條撚樣啊！第一個游蕙禎，第二個劉小麗，第三個梁頌恆，第四個姚松炎。呢四條撚樣蛋散，直頭係香港立法會之恥啊！直頭係我哋香港人之恥啊！呢四條撚樣公然喺呢個立法會嗰度玩嘢，仲要喺呢個電視機面前嘅觀眾睇撚到晒，都夠膽會唔會玩嘢？公然去玩嘢啊嘛，公然去玩一啲小學雞啊、幼稚園嘅把戲啊嘛。首先你話喂，由最低罪名嗰個講起啦。你話劉小麗佢雖然過撚到骨，但係整體嗰個態度好撚明顯，對於立法會係完全極不尊重。佢依家講緊故意拖慢進度，10秒鐘先讀一隻字，你冇撚嘢啊！你係咪個閱讀能力有問題啊？劉小麗，你身為一個教師，你有冇盡你自己教師應該盡嘅本分啊？好撚明顯係冇啦！你依家呢個舉動，俾好多學生，俾好多嘅人見得到，好多人會學壞跟你咁樣去做。你作為老師，你羞唔撚羞恥？你作為老師，你要教育下一代啊嘛！你而家冇教育到下一代，不特止，你仲要教壞下一代啊！你依家講緊你係咪有閱讀障礙啊？你係咪讀寫障礙啊？你係咪唔撚識讀字㗎？啊！如果你唔撚識讀字嘅話，你唔撚該你讓翻個立法會議員個位出嚟啦！你有乜撚嘢資格袋10萬蚊啫？冇啊！我睇唔出你呢個行為對於我哋香港民生、對於香港人有啲乜撚嘢幫助，係冇幫助。咁第二個姚松炎去做啲乜撚嘢啫？喺個宣誓儀式嗰個宣誓嗰個表嗰度加料。你老母臭閪！你直頭加一啲唔適當嘅文字上去，乜撚嘢咩？我要真普選啫！你講乜撚嘢啫？你而家做啲乜撚嘢啫？你依家全香港人，你係咪要做小丑戲俾全香港人睇？好撚明顯啦！你依家咁樣去做，講啲咁嘅説話，有啲乜撚嘢意思咧？你依家本身對立法會唔撚尊重，更加唔撚尊重你自己。第三個梁頌恆。你身為一個大學生，大學嘅學歷，你竟然身為中國人，你竟然侮辱自己中國人，侮辱自己嘅國家，你冇撚嘢啊！你講咩支那啊？舉乜撚嘢中指啊？你個宣誓儀式面前舉乜撚嘢中指啊？你咪當人傻噶？你唔撚使扮撚晒嘢啦，唔撚使陰陰陽陽啦，大撚把人個電視機面前個鏡頭見撚到晒啊！幾撚肉鳩酸啊！你老母臭閪舉隻中指出嚟做乜撚嘢？好撚明顯係唔撚尊重啦！事後仲要唔撚夠膽認，又話自己咩鴨脷洲口音。你依家擺撚到明係刻意啊，係特撚登去講啲咁嘅説話，講啲咁嘅詞彙啊！你唔好撚同我講話，你讀撚咗咁撚多年大學，你讀撚咗咁撚多年英文，你連 China 你都講唔撚到。我李獻計作為一個英文白痴，我都講英文，我講 China 都講得好過你。你竟然講支那喺個立法會宣誓儀式面前，身為中國人自己講一啲咁嘅侮辱説話，侮辱自己中國人，你羞唔撚羞恥啊？即係你講緊成件事係好唔撚 make sense 㗎，你唔好話啦，其他外國人見撚到啊，都笑撚鳩你啦，唔撚係笑鳩中國啊，係笑撚鳩你條柒頭啊！自己身為中國人，哇！屌你咩黃種人中國人，自己屌你諗咩？自己鬧自己中國人，仲要講埋啲咁嘅侮辱説話。你自己如果唔撚知支那啲咩意思，你自己翻去查字典，你自己上去 Google 啦。我真係唔撚信你即係你身為一個大學生，你咁高學歷，你會唔撚識呢個詞語點樣解嘅？你唔好撚同我事後咁撚多解釋。你依家講緊係夠撚膽做，唔撚夠膽認。你認撚咗啦，柒頭皮，夠膽做唔撚夠膽認，仲要俾咁撚多藉口。第四個啊，仲撚不撚之所謂啊，游蕙禎啊，你有乜撚嘢資格，有咩能耐做立法會議員啊？仲要講 fucking 黐啦，仲要話自己我英文口音唔好啊，我讀得唔好啊，所以先咁啊，呢個好撚明顯特撚登㗎啦。你冇撚同我，你冇扮撚晒嘢啦！游蕙禎同梁頌恆一撚樣啫嘛，讀咁撚多書都冇撚用嘅。身為中國人，
自己鬧自己中國人，用啲咁嘅説話，用啲咁嘅詞語鬧自己中國人。佢做埋咁撚多嘢，講埋咁撚多嘅説話，做埋咁撚多小動作，到最後，我想問你哋呢四位仁兄得撚到啲咩？你得撚到啲咩啊？我哋香港人得撚到啲咩啊？我哋乜撚嘢得唔撚到？你哋乜撚嘢得唔撚到？屌你老味，仲要話人哋針對你，仲要話人哋唔撚俾機會你，人哋有冇俾機會你啊？人哋有俾機會你，人哋俾機會你讀多次，點解知你仍然都係變本加厲，仍然都係加料？咁冇辦法個，作為人哋作為即係咁嘅職位，咁一定係叫你翻埋位啊！人哋冇俾機會你啊，一撚早啊唔撚俾個立法會議員你做啦，戇鳩！即係你依家你呢四條咁嘅柒頭，四條咁嘅撚樣反省下啦，話你冇俾機會你，係咪戇鳩啊？即係你老實講，你話喂姚松炎嗰啲我都算啦，你話梁頌恆、游蕙禎，你話係咪激撚死香港人？即係你話自己身為中國人，自己身為香港人，竟然侮辱自己中國人，侮辱自己嘅國家，即係我真係唔夠膽想像你日後喺立法會議員，即係喺立法會個表現係點？即係我希望你喂，你作為中國人，你作為香港人，你好好反省下，中國係同埋香港個關係密不可分，香港係中國嘅地方。阿游蕙禎係自己聲稱自己係香港人啊嘛，你自己上去世界地，你自己上去 Google 一下，你自己上去睇一下，係咪中國？係咪香港係咪中國嘅一部分？係咪中國嘅地方？你咪自己睇下咯。你話自己香港人冇撚用㗎，你有國際承認啊嘛。你唔撚認你自己中國人冇撚用㗎，你仍然都係中國人啊，你仍然都係流撚住中華民族嘅血啊。你唔撚認冇撚用㗎。游蕙禎，你自己好反省下啦。梁頌恆讀咁撚多書，我屌你老母啊！我一拍片啊，公開屌撚柒你啊，公開屌撚柒你四條撚樣啊！所以呢條片啦，就到呢一度啦，就多謝大家。